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初二下暗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个带病入境，这内面有3个人出现突破性感染，甚至有1个人已经注过4档疫苗也是来确诊。国防部伫明年要试办新制度的教育调集，这个训练内容会更较丰富、更较杂拍，时间会变做是14天。总统蔡英文宣布 APEC 领袖会议代表同款是张忠谋，希望这回会当去 APEC 争取到更较侪会员国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个带病入境，这内面有3个人出现是突破性感染，甚至有1个人注过4档疫苗伊是注2档 AZ 甲2档 BNT， 也是来确诊。另外，进前大有研究讲，先注 AZ 再来注莫德纳疫苗显示，这研究也显示讲，这2档注无共款的效果是偏2档拢注 AZ 的更较好。指挥中心也会看疫苗的数量来规划换品牌做计划。国内初二维持本土无病例，指挥中心讲，确诊个案当中无新增加死亡，还阁有4个境外移入，分别是美国、印尼甲泰国，有3个人是突破性感染，其中按10529本国籍40外岁女性，注4剂新冠疫苗，也是突破性感染。他接种了2剂的 AZ 以及2剂的 BNT， 那是在4月底到9月中旬之间完成这总共4剂疫苗的接种。那这一位是算首次有这个混2剂 AZ 又混2剂 BNT 的。指挥中心这个月要杀 AZ 换注 BNT 疫苗计划，台病院所进行的 AZ 加莫德纳换注的结果也伫进前公布。指挥中心专家小组调集人张尚顺表示，台拢总收案400人分做4组，拢已经完成注射了后14天加28天抽血的数据分析，发现注2剂让8礼拜的效果比让4礼拜较好。以抗体的效价来看的话，那当然 AZ 接莫德纳会比 AZ 接 AZ 来的更好一些。那跟莫德纳接莫德纳是差不多的。国外混打的比较多的研究是 AZ 加 BNT 的部分，台大这边目前做的结果跟国外就是 AZ 加 BNT 是类似啊。那所以事实上这些资料我们先前也都在我们的这个 ACIP 委员会里面去讨论过。目前国人新冠疫苗第1剂注射率已经达到73.77%，因为疫苗供货稳定。指挥中心讲，未来除了开放 AZ 加 BNT 换注，嘛当地评估是不是开放 AZ 换注莫德纳。这个月我们会针对目前现有的BNT 跟莫德纳的这个到货量来决定到底这多少里面有多少会来做混打那这个部分目前还在做最后的一个精算当中。另外，第13剂疫苗初3开放医药，提供 AZ 加 BNT 的第1剂、第2剂注射，不过会分流开放医药。BNT 是早起10点开放 ，AZ 疫苗是下晡2点开放。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按时前网络医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有一位民众，伊7月底注过1档 AZ 疫苗，经过个月月了后，却是胸无度喘气。医生认定讲是伊肺部的血管塌掉咧。虽然开刀了后有甲伊的性命救倒转来，不过患者也怀疑讲，这敢是疫苗所引起的。另外，专家也提醒咱国内的少年囡仔，因虽然有注过 BNT 的头1档，而且因的心肌炎几率是美国囡仔的2倍，敢要搁来注第2档咧？指挥中心表示讲，会搁再来做讨论。胸口1公分的伤痕，伊捌伫2017年得到全国10大新农奖的勇士戏评林先生，无食薰、无啉酒、无三悬，伫注完 AZ 疫苗第1剂56天了后，非常喘送病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疫苗的施打，所以我就会认定说，是不是因为疫苗产生我身体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肺栓塞？电脑断层看出伊的肺有血管塌掉咧，断医20几天。伊自认真健康，高度怀疑甲做疫苗有关系。如果我们有收到任何的一个申请的话，我们都一定会来赶快全力来帮忙。嘉义县表示，无接到相关单位通报，疫苗不良反应的状况也互专家真烦恼。中建议成医所检验研究员胡美香表示，甲美国比下国内青少年第2剂BNT了后，心肌炎的初发生率是美国青少年的2倍，呼吁中央爱提出青少年做疫苗的好歹数据。到底第2剂是否还要再接种的，由专家这边来再做一个讨论。
疫情指挥中心回应，数据随时公开透明，不过台湾甲美国算的方式不同。青少年是毋是要做第二支 BNT？ 会甲专家讨论，过来第一次已增加82例不良反应，36例的非严重不良事件，还有6件的死亡跟40件的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那死亡的6件里面有1件跟 A 粒相关，4件跟莫德纳相关，那1例是跟高端相关。过今年3月底到11月7日下晡为止，其他技术严重不良事件有4440件，死亡通报1000多件，总共是11000多件。这个数字也会看在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和民众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做兵的人上惊的就是教育调集咯。讲到这个后备军人的教育调集，即马要做出一个新的改变咯。国防部今仔日表示，明年要试办新制度的教育调集，训练的内容是更较丰富、更较杂百，而且这时间也延长到14天。今日办公室准备整理资料，翁先生退伍2年，目前伫大学担任助理，伊负责欧洲研究合庭的业务，同事真歹代理。即个听到明年开始，新制教育调集会出现重大变化，变做14天，尤其是后提升用这个原则，感觉家己互新制调训的机会真悬。可能交代别人，他们也不会马上上手。14天的话，我觉得时间太长了，那个工作回来可能会累积到有点多。如果在台北租屋很贵，像我自己就是台北租屋，但你半个月都不在，你还是要付1个月的房租，我就觉得很浪费。随上国防部明年同步实施新旧制教调，旧制是5天至7天结合单位作战任务，采取部队自训，差不多有9.7万的后备军人参加。新制是14天，是局部试办。由三军司令部后备指挥部拢总15000的后备军人实施验证。新制会增加16点钟的枪炮射击，44点钟的剑道教练训练，还佫爱行军训野外。因应明年试行14天的新制教招政策，训练天数较旧制增加1倍。为符合兵役公平性，参加新制的应招员，我们会以2次的召集来计算。若是甚至因为两化关系，对于教调制度进行大改变，国防部是讲军事训练都要对着时代逐步检讨加强，无完全因为特情因素。每一次不管在做任何工作，为什么会有检讨会呢？就检讨出这原因不足在哪里，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作为啊，倒并没有完全一个敌情，会做一个很大幅度调整的。国防部也强调，接训能量会进行变动修正。目前规划军中人员训练场所也甲大用空间，拢会当满足新旧制教育调集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海关系，最近是真紧张，甚至政府也对外公开着咱台湾和美国有相关的军事合作。今摆有媒体报道讲，咱的海军陆战队有派40人去到关岛的美军基地接受1个月长的训练。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台美军事交流已经维持真侪年了，外界也唔通风声榜样。外国媒体报道，咱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选派一个加强排，差不多40名军队去关岛的美军基地接受1个月的陆海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国防部长邱国正正低调，不过也无否认，只敢讲台美交流合作已经真久啊，希望外界唔通做伤过多联想。我们跟北方之间有交流合作的啊，这行之有年了，所以有一些这个层级的互动，这也是当中交流的一环。因来针对陆军司令部今年10月到2025年3月，一开144万代表，伫美国陆军某一个基地组行联络官办公室。郭国正回应讲，长久以来拢是安尼先做。我们有很多采购的，有一些工作人员，他固定住在这个地方，这也是住了很多年，就跟他工作性质有关。但这个不是临时的。对进前总统蔡英文伫咧接受 CNN 专访时阵，第一遍证实美军伫咧台湾协助训练，和中国指控是伫咧扮人。邱国正回应讲，美军是坐台，相关人员来台湾协助训练是分配过来，训练完了就离开，并不是直接派兵驻守伫咧台湾。另外，为了要降低东沙岛和中国攻占的军事威胁疑虑，刘委会主委李良辉讲，会将岛上的雷达系统换新的。在预算书上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反正我们希望能够
换装一个更好的一个雷达。这个是依照计划在一直持续的在走。因若是毋是未来会增派能力到东沙岛，李长辉讲，就要看整体情势。海巡署的兵力是弹性运用，会看情形做机动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咱出门开车，定定撞到一个开车纠纷，也会撞到奇奇怪怪的人。今仔早起9点外，伫新北市3店埔发生一桩，好亲像是开车所发生的纠纷，而且有人讲车内面有人牙枪出来电，对方驾驶随报警察，追查了后才发现讲，这牙枪出来这台车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车，而且王金平本人也坐伫车内面，甲枪牙出来的是保育警察大队随行的警卫官。双方当事人是从三重交流道下来，往泸州的方向行进，在三和路，因为有车道缩减的这个状况，那车辆有按鸣喇叭，而且尾随，那警卫人员认为有危安之余，向该车出示服务证，并持枪警戒。双方当事人经厘清以后，才离开，并没有发生纠纷。警方表示，王金平的警卫官认为对方一直持喇叭个对调调，因为安全的理由才会提枪来警戒。不过，保育专队说是唔承认警官有牙枪出来电，只是牙枪警戒之意。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对伫个王金平身躯边的环境，拢是遵守相关的规定，维护重要人士的安全。伫咧今年的12月18要进行公投案路，这4大公投案当中，一个中选会也规划5场的公投电视意见发表会。头一场经济部长王美花会出面，针对着海草打来公投，说明政府的能源政策。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会依照着公投法的规定向民众来报告，也强调讲，万不一台湾发生核灾，台湾会起了了。12月184大公投，中选会规划5场电视意见发表会，和正反的双方表达家己的理念。头一场会伫咧11月13起过，反内底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对上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公投北大选是内政部处长陈宗彦甲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做正反双方的代表。仁爱海草搭有经济部长王美花带头，对上宽团的代表陈宪正。中企核数是经济部处长陈文生，甲公投的代表黄树修。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是当事人，会照公投法的规定来甲国人报告，而且佫强调讲，万不伊若出现核灾，规个台湾都会起一半。所谓重启核试，不但不可能，并且核废料都没处去，万一核灾，一定台湾起一半。所以，我们一定会把事实状况向国民报告。苏贞昌指出，公投是就事论事，批评国民党把核数变做政治操作。也若是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民进党硬甲反内底甲反美底看做伙。在这个部分，我们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我们有义务，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不能让国民党你冲得团团转。莱猪等号美猪吗？请教院长。现在在禁止的就是美国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4大公投对决，政府全力保卫政策，执政党立委带新世代画下小天，内底的议题嘛引起蓝绿双方一句来一句去。莱猪跟美猪是不一样的，美猪我们吃了20几年了，他们把美猪跟美牛试着要分离，事实上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概念。蓝绿伫公投的议题互相无相让，希望互更较侪人注意到这个议题，会当得到上大的民意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真侪民众出门在外拢有开车的经验。若准头前迄人车驶了伤过慢，大家拢一定该饲喇叭。伫咧雪山磅空，除了有这车伤过侪问题以外，甚至有的人是驶了伤过慢造成塞车哦。今年1月到9月统计有758万座的车流量，其中大约有75000座的轿车，去放列做是慢速车，也就是开了伤过慢。其中有15000座的轿车已经是2届以上的慢速车，甚至有一台车开了伤过慢，已经去互警告20届呀。
各个一个假日都大塞车，尤其是涉水路段定出现大塞车的情形，时速无90公里。也毋过车流量大的时阵，塞车就莫讲啊。平常时正常车流量也塞车，高公局发现有袂少是慢速车做起路队长，变成涉水塞车的原因之一。司机组的这个测速照相在那里，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去探讨，然后看到他的这个交通所谓的驾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高公局为去年底伫涉水试办慢速车示警系统第一阶段伫外滨车道3个地点会当变的标志会显示慢速车车牌后壁4码。第二阶段10月7日伫内滨车道搁增加3个示警系统，只要侦测车速超过65公里，甲侦测距离超过100公尺慢速小型车，都会显示部分车牌提醒驾驶驶较紧的。那其实5到7月是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车子很少，那慢速车也很少，下午的时间比较会有这个慢速车跟这个累犯的情形。这摆高公局搁公布，涉水前10大慢速车，其中第1名方示警达到20摆，第2名也有17摆，就连第8到第10名也有14摆，全拢是慢速车累犯。民众质疑只是示警无开发，体检的效果无大。这寡慢速车扣件也是会由还继续慢慢开，影响车况。就他只是公布车牌的话，那没有实质性的一些罚则在之类的，就是用处可能不大。没有什么车流的情况下，还是低于那开罚，我觉得这样可能还比较有效吧。高公局表示，这款慢速车平均时速大约56公里，强调目前也在试办阶段，所以只有示警看图。强调会继续收集资料，这款资料未来不排除会转交予执法单位开发，提醒用路人。车速超过速限，会当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相当会当处6,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婚害防治法已经有14年无修法了，就家长团体烦恼讲，目前全台湾有超过7万的青少年当咧遭受到电子烟的危害。因也呼吁政府单位就要赶紧把婚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审查，也袂当搁再使用增加税收做理由，让电子烟合法化。我今天后座的同学都在后面抽那个电子烟，有香槟口味啊、葡萄口味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已经无法去制止。有家长点出，即马校园的婚害危机，因为台湾的婚害防治法已经14年无修，所以类似电子烟、加热烟这种新烟也无明确管制，也让家长甲校长团体非常的担忧。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这个比例呢，快速成长。将近有7.3万人即将陷入危机，令人触目惊心呼吁能够在各县市的议会呢，可以先拟定这一个禁止电子烟、加热烟的一个条例，烟害防治修正草案，能够保护孩子的一个法案，这么单纯的一个草案，为什么要躺在行政院躺这么久？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对比107年甲108年，各高中职学生囡仔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有升悬的趋势，推算差不多5.7万个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也有16000个青少年使用加热烟。有医师提醒，这对咱人的败害未输传统的纸烟甲新冠肺炎。这些新兴烟品所产生的毒物，甚至可以高达15000多种。那这些就医的病人当中，90%都需要到住院的程度，50%以上都需要住到加护病房，甚至这样听起来是他对肺部的损伤不亚于新冠肺炎哦。家长团体是讲，目前新北市甲嘉义市已经通过新烟的管制自治条例，所以希望台北市也会当伫这个会期通过。除了这以外，也呼吁行政院卖以税收增加为理由，随便开放加热烟合法，搁爱赶紧将婚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囡仔拢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替囡仔找零补的时阵，一定爱找有牌而且是合法的哦。伫高雄小港就一栋透天厝，去民众甲检举讲，逐工伫遮拢有真侪囡仔出入。后来发现讲是一间无立案的私人顾婴中心。社会局要入去稽查，一个工作人员唔开门甲伊拒绝，甚至佫害社工手去夹着伤。后来警察来到位，才互社会局的人入去做检查，才发现讲因有收15个囡仔。社会局需要求业者爱停业，也甲因罚30万。
社工区这间托婴中心的负责人徛伫边仔，无爱讲话。遮受托的人数上多的时阵，一度有15名3岁以下的幼童，但业者说是无申请执照。10月27号，社会局接到检举要去稽查，工作人员无爱开门，佫业伤着社工的手。工作人员的阻挠，然后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加上我们同仁的手背，清算大概就大概有15名的儿童，大概是未满2岁到超过3岁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社工手受伤，通报派出所设伫于内底，但业者无爱讲因收偌济人。清点才发现，2岁以下幼童3个人，2岁到3岁幼童10个人，3岁以上的有2个。但外观看起来，这间托婴中心无看板，嘛毋是合法的立案。市府要求业者袂当搁收，但11月1号搁去稽查，也是发现有13名幼童。决定要按照因违反着离校法，罚业者30万，而且爱伫网络来公告因的名。我们就是做细汉的呢。做细汉的哦。拢还袂读册。是哦。啊，伊安尼差不多偌久啊？哦，足久啊，开足久啊。然后要几十单的有啊。应该就不会，绝对不会，一定是会找那个政府有立案的那一种。离合在时，社会局搁去稽查，已经无人。社会局表示，业者每一个人1个月收13000，比平均的计数上2000块。但是15名幼童，敢若2名无执照的保姆来顾，无符合着比例，嘛无符合安全，还有消防法规。除了要求业者袂当搁收，嘛请家长爱签名，确定无要搁送囡仔过去，嘛会有社工伫咧现场来管控。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柯正俊各样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已经拖2冬了。在1月初1，全球为着病不幸来过往的人也超过500万人。即卖也搁爱面对着变种病毒威胁。伫欧洲的东部，特别是路西亚，最近的死亡案例一直增加，主要原因是当地民众拢无爱注意表。伫俄罗斯，一间病院收治染疫病患的病床拢满啦。急诊室的医师表示讲，一天已经接到数10通电话。全球新冠病毒的疫情自2019年12月爆发到今，已经活满2年。11月初1，染疫不幸死亡的人数已经正式突破500万例。因为疫苗所需，目前全球有数10亿人注疫苗，死亡率已经有较末，400万例死亡数已经让4个月。10月初，全球高一日死亡数伫最近1年来是头一摆降低到8000例以下。不如果为地图来甲看，最近欧洲出现较侪代表疫情热区的红色区域。The global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and deaths from COVID-19 is now increas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2 months, driven by an ongoing rise in Europe that outweighs declines in other regions. It's another reminder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有家己研发疫苗的俄罗斯，因为百姓无确定的感觉真大，愿意接受的意愿真低。从10月20以来，平均每天死亡人数拢超过1000例。根据当局家己的讲法，确定的死亡数恐惊会搁较悬。另外，罗马尼亚甲乌克兰是最近欧洲每天死亡人数上介侪2个国家。伫过去1礼拜，都有442到546人无命。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是全世界死亡上介侪的地区。不如过从5月以来，这个数字有煞咧减少。捌互疫情升长的美国，伫过去1礼拜平均的死亡人数有1400多人，伫这进前的1礼拜已经下降15%。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COP26气候峰会当日英国举行，大会才开幕第2天，主要碳排放的大国家中国、罗西亚、印度甲巴西，因的领袖说只有印度总理莫迪来参加。不过，伊来到说是讲，因着爱到2079年才发到达到零碳排目标，偏其他国家是慢20年。印度总理莫迪初一伫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宣布印度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的5大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伫西元2079年达到零碳排放的净零目标。वर्ष 2070 तक भारत नेट जीरो का लक्ष्य हासिल करेगा。印度是目前只属中国、美国世界第3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的发展中经济有关高度瓦靠碳，印度70%的能源是由碳产生，碳消费量过去10年增加39%。美国甲欧盟目标是到2050年达成净零，也就是碳中和。中国顶礼拜宣布到2060年实现这个目标。印度2079年的时间表落后其他国家20年，部分专家认为可能失望。
另外，南美第一大碳排放国巴西，初一是宣布将伫西元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50%，挥发出森林归零的目标，达成时间为2030年提前到2028年。2050年，巴西也尽力达到碳中和目标。Minha mensagem a todos que participam da COP26 e ao povo brasileiro: o Brasil é parte da solução para superar esse desafio global. 金正4国包括中国、罗西亚、巴西甲印度，每一届气候大会拢向外界用放大镜监视。这四大经济体人口真济，正做全球主要排碳国，因过共款排着真大经济成长压力，也抗拒大规模的减碳行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罗西亚总统普廷甲巴西总统波索纳罗拢无出席本届大会。习近平只发表书面致辞，强调中国将加速绿能发展，佮迈向低碳排放的经济模式。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总统蔡英文早起宣布，第29届 APEC 领袖会议的代表，共管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来做第5届的代表出席。蔡总统强调，台湾伫9月已经申請加入 CPTPP 啊，希望張忠謀去到 APEC 爭取到更較濟會員國來支持咱的台灣加入。搁再来和蔡总统做伙翕相，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謀第5遍代表总统出席今年紐西蘭主辦的 APEC 領袖會議，這嘛是張忠謀伫個蔡總統任內第4遍來代表出席。蔡總統表示講，伫個7月，張忠謀就已經代表伊來出席非正式領袖的關門會議，蘇當時針對疫苗還有經濟恢復的議題來提出討論。即便是要甲聚焦伫個後疫情時期的機會甲挑戰，嘛強調講，台灣伫個9月已經申請加入 CPTPP， 愛張忠謀來爭取更較濟 APEC 成員的支持。台灣的加入 CPTPP 將可以促進成員之間的產業連結，強化區域的經濟安全。因此，我也要請我們張領袖代表，借由這次的會議，爭取更多 APEC 成員支持台灣加入。這邊 APEC 代表團的成員包含行政院政委田振中、經濟部長王美花、風紀董事長陳俊成這些人。張忠謀強調講，會利用短幾分鐘的機會，來甲會員國強調咱台灣加入 CPTPP 的幫贊。我會把台灣的爭取的台灣加入這個 CPTPP 的實力，在我的每一個領袖代表會有一個6分鐘的機會講他的要講的東西。因為今年台灣加入 APEC 已經滿30週年，蔡總統特別強調講，疫後的邊境管制會較鬆人的美角，就是伫個這個疫苗會當來個普及，呼籲 APEC 會當煞力來鬥幫助各國摕到疫苗，台灣嘛會煞力來分享科技防疫的經驗。記者綜合報道。高雄有一個43歲查甫人，頂個月29帶入去一間防疫旅館隔離，說在隔離期間可能是在研究，竟然用飯店內面的導線設備吊索啊，對2樓落到1樓，走去便利商店買酒。那你為什麼要出去？你可以打119。因為剛剛空氣就太擠。警方伫旅館附近的暗巷仔內面找到這個查甫人，也因為調來過程去查到旅館的工作人員，才發現講可能是有人逃走。報警查了後，警方伫附近找到這個查甫人，不過也是愛當去繼續隔離，而且可能愛食罰單，會罰10萬到100萬。指揮中心昨有公布，舊曆過年期間的檢疫辦法，部分民眾會當使用10天加4天的方案，前10天住佇防疫旅館，後來4天會當佇咧厝裡面居家檢疫。不過，就有專家講，這正考驗人性，佇厝內面隔離4天，可能會接觸到其他的親戚朋友。若準有症頭出現，無一定隨會通報，才有可能變做是防疫的漏網。為了營養春節，
反台人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的检疫措施，除了印度、英国、甲缅甸等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者需要待集中检疫所10时间；其他国家入境者是会当采取10+4方案，也就是前10天待防疫旅馆，后4天伫厝检疫。不过有医师讲，这是人生大考验，就惊入境者登去了后有症状唔通报也唔体检。民众返家之后，万一有症状，那就可能是人性的一个大考验。那万一如果说有症状出现，那可能会被筛检出来阳性的时候，一定势必会影响到那后续的行程，甚至于是出国的行程。此外，也有医师认为，虽然入境者检疫10时间，也不过少数的新冠病毒潜伏期是会当达到3礼拜。民众伫春节期间老人就北较直接，若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也是有社区传播风险。感染以后，差不多7天左右，差不多7、8成会发病哦。那7天到14天之间，还有2、3成的感染者，他可能会发病。整个配套措施来讲，我们需要有很强烈的一个查核跟处罚的机制。专家提起，农历春节返乡潮是人流刷顶到的高峰期。伫厝检疫期满进前，需要落实 PCR 采检，此外伫放量边境管制进前，咱国民众第2剂疫苗注射率需要达到8成，才会当降低病毒对社区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大考中心公告，明年1月21到23要举行大学学测，和较早无同款的是，数学会分做数学 A 和数学 B， 考试本底是2天变做3天。高中的校长也提醒学生，就要先研究好要读什么款的科系，再来决定考试科目。明年的大学学测改新制度会把数学的部分拆开，考试的时间变做3天。9月初，大考中心要举办新型学测的试办考试，全国有350间学校，95000多名高三生来试考。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自然科的试题明显的变得字数比较多，那阅读也是比较吃力一点。就比如以往可能单纯就叫你计算某个数值，它可能会让你画图，或者去分析说，如果我要去测量其他变因的影响，去练习才有办法熟悉这种题型。所用题无好写，学生也讲爱加做混合的题型，而且明年的学测是把数学变做是数学 A 加数学 B， 考试也对2天变做3天，会伫咧1月21到23考试。也因为报名时间对今日开始到16，真侪考生拢伫咧丢讲，敢要数学 A、数学 B 拢考。比如说你想念的是台大、清大，它校系如果采集的数 A、数 B 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就可以考虑说，我也许需要做跨考。可是如果你想念的校系确实只有采集某一个数 A 或数 B， 就不用那么辛苦。本地市数学老师的郭校长强调，数学 A、数学 B 有7成内容拢是顶塔，不过数学 A 较深，若准想要读的科系，伫个人申请拢是参考数学 B， 就唔免去考数学 A 啊。根据着竞选会统计，明年个人申请采纳3科的是上济，就占42%，会当依照大学要读的科系来做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基隆有一台消防车，顶个月执勤的时阵，经过边高道，迄个栅栏拄升起来，想袂到随搁放落来。这个消防车的车尾甲规支弄断去，落尾消防分队却收到9万块的罚单，原因是撞过边高道，连迄当时开车的消防人员驾照会去互扣起来。消防分队表示讲，迄当时当咧执勤，毋是硬要撞过，因来提出申诉。铁路闸升起来，车通过消防车对伫后边，毋过车尾未护过去，铁路闸就放落来，断做2节。消防队员迄时阵无用出勤，事后却收到9万块的罚单，理由是强浪偏高度，开车消防队员搁被吊扣驾照1年。各收到公文要求赔偿，铁路闸害去3500块，很假无奈。我们是属于在执行勤务的过程中，而且我们同仁也并非恶意的在闯越平交道，在抢快通过，不能说当作是所谓的恶意闯越的标准来作为这次裁罚的基准。基隆消防局暖暖副队顶个月初2经过暖暖偏高度，火车通过了后，铁路闸升起来不到10秒钟，有一台火车要通过，消防车有8公尺长，完全袂护过，铁路闸都已经放落来，才会去弄断去。
10点28分23秒的时候，那个警报器响，消防车是在28秒进入这个平交道，确实是违规，我们才以这个告发这样。天警局表示，若是平交道警示铃响起，闪光护地倒起来，铁路闸放落来车一贯通过都是公路平交道，而且迄时阵为了执行紧急勤务，消防车警示灯也无开这原因才告发。消防分队也是对处罚有异议，后续会提起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前台中市消防局第4大队沙鹿分队洗出小队长，涉嫌伫咧2011年到13年之间受抢抢的乌西钱，消防安检拢办水，甚至是假业者就要安怎闪过消防安检。消防局含廉政署启动调查，检方以贪污罪嫌起诉，经过1审、2审，拢改判刑6年10个月。台中市沙鹿消防队的前小队长涉嫌利用职务的关系收钱，互检方以贪污罪嫌起诉，做判刑定案。这名四川前小队长自2011年开始组织消防安检的业务，也毋过所对消防器材业者甲安检无合格场所提钱，每一摆金额2至4万不等。另外一名姓王的队员是指导要安怎来相比。厂商本身私底下找我们一个小队长，所以造成他本身私底下两者之间的一个互相的联系。经过法院以2审四川前小队长判6年10个月，伊提起上诉，互最高法院驳回定案。另外，还有一名姓简前女分队长，是将捐款刷作使用，检方提起公诉，最后判无罪确定，调回非主管行政职。台中市消防局表示，除了将这名小队长撤职，消防安检也改做小组制。本期也提出各大队本身的安检小组，来避免相关的安检由一个人来负责，也就是透过多层的人员的一个方式来检查，避免造成个人本身有不一样的心态来从中谋取相关的利益。台中市消防局表示，消防安检改做小组进行，搁增设组长监督，加强小组专职制，也会加强定期考核。另外，民众捐款部分也需要报准，加签署捐赠同意书才会当进行，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人力车头因为滨交道晚近人力上届闹的中正路，车流量是真大。当地民众也讲，上下班时间火车若经过，塞车是较严重。台南市的交通局也已经向交通部申請補助辦理連德段鐵路高架化或者是地下化評估研究，希望會當趕緊來解決這個交通的問題。台南人力車頭挖近中正路的滨交道，差不多每半點鐘就有4班火車經過。車頭離滨交道較近，只要火車一到站，位閘就要扛落來。佮加上附近是保安工業區，車流量是非常大。當地民眾表示，只要等到尖峰時段，塞車就塞甲真嚴重。那個平交道放下來，可能就要放到30分鐘以上。是不是尤其尖峰時間更塞？對，就是只要放下來就會塞到蠻長。要撞到嘅吼，因為加要撞嘅嘛，要做人就加了，不用自家人去。針對這個問題，台南市交通局表示，人力車頭當初的設置確實無啥理想，目前只有一邊有路，也無後車頭。這個滨交道確實是造成塞車上嚴重的一位。台南市府也經向交通部申請補助，辦理研究人力段鐵路立體化的可行性，尋求解決方案。包括了鐵路高架、鐵路地下，或者是道路立交這部分都是列為我們的一個相關的替選方案。人力車頭當年配合沙崙支線建造，在2014年才啟用。台南市交通局也講，目前已經完成調查基本資料，理清問題，還有解決方案初步分析等等的內容。隨後等待方案到一個階段有更較明確的成果了後，會再對外說明，而且爭取中央的經費進行改善。記者綜合報道。在咧雲林古溪有地龍，因為今年頂半年烤花真嚴重，地米是真歹收成，所以決定講要把本地摕來做烏龍地地米，摕來做紅茶，希望會當減少損失。今年頂半年台灣西半部的雨水量是挖貝50年來上少，這縣市嚴重枯旱，雲林古溪的地也因為欠水，地葉的生長和收成受到真大的影響。一位地龍黃東山因此變巧。從原本要做烏龍的地葉，改摕來做紅茶。它吸收偌濟，你感覺？它吸收一半啊。就是遇到乾旱啊，遇到乾旱，然後茶葉的
都失收啊，有些是这边一错有长，那边一错都没有长啊，后面这里才长出来，是想起才是把它用来做红茶。伫地叶市面上，乌龙茶介绍含销路拢相对较好，不过制作的过程也较高工，考虑成本的关系，爱达到一个数量才有法度做。今年因为欠水，地叶的收成减少，地农黄东山将地叶做成红茶试看卖，也加在效果袂歹，做出来的红茶有乌龙的清芳，也有红茶的甘。伊这敢若属于阿文较好啦，敢若较淡底啦。花甘嘛是。嘿，花甘嘿。用这乌龙吼来做红茶吼起来吼，伊的阿文啦较好，较有迄个香，水啉也较甜啦。地叶的生长是真看重天气，若受接落雨，地就较酸涩，若欠水就影响收成。黄东山即届因为靠旱，将地叶对乌龙改摕来做红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度过今年气候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一片五厝社区最近推出亲子裁缝的课程，互家长含囡仔做伙来填报红啊，大家拢学甲真趣味。小朋友真细致，甲线穿过针，有爸爸妈妈伫边仔斗相共，一步一步做伙填报红啊。带小孩子来参加，真的可以增加亲子关系。小孩子很少在家会动手做，爸爸妈妈现在平常也不会碰，假日也不会碰这个东西。小孩子动手做，比动山西来得好。南投集集的五厝社区特别举办亲子手作的裁缝课程，让囡仔甲家长做伙来填报红啊。过来创客教育是愈来愈实行。创客教育就是一种透过实际行动，甲想法表达出来的教育方式。亲像这个手作的课程，让囡仔实际去动手体验，发现问题了后，家己想办法解决。我们最主要的是在南投县的各个乡镇里面去推广儿童创客科技的教育。因为现在小孩子说真的都太幸福了，连纽扣都不会缝啊，让他知道针线怎么穿、怎么打结，自己纽扣掉了还可以自己缝，不用麻烦别人这样。现代社会囡仔是愈来愈惯使用科技产品，这个课程除了让囡仔学提物件，透过针线使用，培养囡仔的耐性甲专心，也让亲子关系透过活动更较密。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诸罗山艺器协会最近邀请全国64位工艺师，各用100多件作品做伙来展览，其中有7位前间国宝工艺师的作品来遮展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来自全国64位工艺师，各用100多件不同种类的工艺品，当咧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工艺特展，向民众来展现传统工艺艺术价值甲传承精神。规个这民间国宝，也是工艺之家，也是咱的国家是工艺成就奖，这个伫全国性这个前辈吼，来伊参与，来带动咱的嘉义县的这个工艺的一个水准。这届来展览的64位工艺师，有7位摕过人间国宝的任务。嘉义县文化局表示，这个作品让民众看到传统工艺的功夫甲精神，嘛是少年工艺师真特殊的合适机会。咱嘛希望讲吼，一个少年囡仔，互来看到这作品的物件，互来互传承，互一个少年的，不用一个少年的在吼学习安尼。大家就在传承传统文化的部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参与。比较少有可以给我们的舞台，所以这样的一个舞台让我们来展现，可以让我们的工艺让大家发现。看不同样的作品，然后可能从他们诠释的角度，然后来精进自己学习的方向，这样子。台湾工艺职业协会表示，这是嘉义县第一届有遮大的工艺展览，邀请来工艺师甲作品会当讲有全国的规模，希望透过这届交流，和传统工艺技术甲精神，会当伫嘉义县继续前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这几年有愈来愈侪国际交换生，规校园就亲像大学联合国同款。今年是创校55年，学校也举办国际嘉年华会，来自日本、越南、韩国也有蒙古的学生，因穿着家己国家的传统服饰，小解因家己的文化。演奏蒙古的马头琴，有红白色的蒙古乐棚。入去到内底，帽仔戴起来，互人感觉亲像来到蒙古。阁有来自越南的学生穿传统服装，现场制作越南润饼，
新竹民生科技大学的高华生，趁这届校庆进行文化交流。有很多别的国家的朋友，如果在日本的话，很少机会接触别的国家的人，所以我觉得民生很好，就是可以国际的感觉啦。学校总共有来自17个国家，超过1200位外国学生，平常时都有真侪机会，甲无同国家的同学接触，校园哪亲像大学联合国。学校培养出很好的国际环境，让台湾学生有国际的视野，不用出国也能有视野，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学校嘛特别在大楼挂无同国家的国旗。校长讲，希望透过活动，让学生做伙体验无同所在风土民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嘉南到新竹是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